来看一向对台湾真友善，对中国的态度大家真硬。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昨经过参议院表决通过，真做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嘛表示讲，美国需要甲台湾徛做伙。另外，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扩大，美国的空军嘛宣布讲，袂互咱台湾的 F-16V 战机要来进入第二阶段的升级。中国对台继续施压，不过美方同款是等挺台的力量，对中国的立场真硬斗。红叫做是印太沙皇的坎贝尔，捌表态讲美国伫印太才需要和台湾徛做伙。美国参议院76以92票赞成，5票反对，表决通过坎贝尔出任国务院的副国务卿。I will do everything possible working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not tested and that we stand ready to respond to any challenges. To our power, to our allies in the Indo-Pacific more directly. 坎贝尔会变做美国外交第2号的人物，嘛是美国印太政策的重要舵手。捌真侪摆访台的坎贝尔，嘛互有期讲会当深化台美合作。另外，伫军备方面，美方表态会继续挺台。国军3型主力战机之一的 F-16V， 美国空军7号宣布讲，红点专案购改升级的141台 F-16V， 会入去到第2阶段的升级，包括会当挂载 AGM-88高速反辐射飞弹，针对敌方无线电的信号来源，亲像雷达、电磁干扰装置来攻击。AGM-154空对地飞弹高空射程110公里，会当攻击福建沿海设施。MS-110的侦照业称会当增加分析作战的环境能力。MS-110啊，这个防撞击系统等等，增加它的侦照能力跟它的飞机的本身的操作安全性。那 AGM-88呢，跟这个 AGM-154呢，主要是增加它的对地的打击能力，像包括这个防空制压，还有包括这个对地的那个远距离的这个精准攻击能力。另外，后一个阶段航商专案的66架新美 F-16V 战机，虽然美方交机的进度是延前，但是国防部进前讲，赶快维持2026年以前交机数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